歡迎大家參加今日由 Cell and Trust 細胞儲存庫主辦嘅精準醫療系列啦，儲存免疫細胞，掌握健康未來嘅線上講座。大家唔都聽到？我想問下大家聽唔聽得清楚？但係如果聽唔清楚咧，大家可以喺呢個聊天室嗰度留言嘅，我哋可以 adjust 一下。好，我哋今日咧嘅講座咧就將會喺 Zoom 同埋 YouTube 嗰度同步直播嘅，咁所以如果有朋友係開唔到 Zoom 的話咧，咁就可以去我哋嘅聊天室嗰度咧揾到 YouTube 嘅連結嘅。咁我哋首先都講下啦，我哋有聽唔到㗎？好，麻煩大家等一陣先，我哋有啲技術上嘅啫 adjust 一下嘅。我哋都先介紹下我哋自己公司啦。咁我哋咧就係Cell Interest 嘅。咁 Cell Interest Bioco Limited 其實係新加坡上市公司嘅醫療集團 Clearbridge Health Limited 嘅子公司嚟嘅。咁佢亦都係香港第一間專注喺成人免疫細胞儲存嘅生物樣本庫嚟嘅。咁今日咧，我哋呢個講座啦，好榮幸就邀請到我哋嘅科技及科學總監 Dr. David Leung 梁子君博士，為我哋分享乜嘢係免疫細胞啦，免疫細胞治療嘅最新發展啦，同埋免疫細胞儲存嘅技術嘅。咁一陣間咧，喺講座嘅最尾嗰度咧，我哋將會有一個問答嘅環節。所以如果大家有啲咩嘅問題咧，其實歡迎可以喺聊天室嗰度發問啦。咁去到最尾咧，梁博士就會逐一解答大家嘅問題嘅。咁完咗呢一個問答環節之後咧，其實我哋都會有 QR code 俾大家去 scan 翻啦。咁大家亦都可以透過scan 呢個 QR code 咧，係領取1000蚊嘅儲存現金券嘅。咁我哋先講一講關於梁博士啦。我哋今日嘅講者梁博士咧，其實佢係香港科技大學生物學嘅博士啦，亦都係科技大學博士後訪問學者，昆明醫科大學客席教授。咁另外佢亦都係英國皇家生物學會特許科學家同埋生物學家，美國質量協會認證質量審核員同埋精益6標準差刻帶血液與生物促進血液與生物治療促進學會 AABB 認證校官，同埋香港中文大學嘅榮譽研究員。咁不如事不宜遲咧，我哋有請梁博士為我哋分享。好，大家好啊！咁今日我就好榮幸得到 Cell Interest 嘅邀請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呢個細胞治療，尤其是係呢個免疫細胞治療啊，喺過去咁多年嘅發展，同埋亦都同大家做一啲科普嘅解釋啦。究竟細胞治療或者今日我哋講嘅主題啊，咁啊免疫細胞儲存，同大家究竟有啲咩關係？同埋大家點樣去擁抱啊呢一個最新嘅技術咁樣樣。咁如果大家有啲咩問題咧，咁啊亦都可以喺留言區嗰度留言啦。我哋有同事咧會集合呢啲問題咧，咁我之後就會一一解答嘅。咁頭先亦都即係同事都介紹咗我相關嘅背景。我咧喺呢一個行業都做咗最少10年以上。咁就最深喺細胞治療啦嚇，咁大家見到呢個就係我嘅一啲嘅過去嘅簡歷啊。咁啊喺2019年嘅時候就喺一間上市公司啦，咁就從事呢個同今日主題好相關嘅就係免疫細胞嘅儲存咁樣樣。咁啊亦都係嗰個實驗室嘅總監啦，同埋佢嘅QA manager。即係負責嗰個品質管理，咁之後我就去咗，相信大家都好熟悉㗎啦。香港2個最大嘅臍帶血庫啦，咁就係 Health Baby 同埋 Cot Life 做佢哋嘅總監啊，咁樣咁就儲存臍帶血啊、臍帶等等。跟住就去到科學園一個 GMP 嘅公司，做佢哋嘅首席科學家同埋佢嘅 QC 經理嘅，咁啊專注做幹細胞嘅生產。咁咧而家我就係一個香港一間公司做佢嘅 CEO，咁啊負責去營運一個 GMP 嘅生產工廠啦，咁啊去推動免疫細胞
同埋幹細胞嘅商業化同埋轉化臨床應用等等嘅。咁而家我都係 Cell Interest 嘅課總監啦。咁啊，希望咧可以同大家解答一啲咧關於免疫細胞儲存啊或者免疫細胞治療相關嘅問題嘅。咁咧，我哋就解釋一下究竟乜嘢叫做 PBMC，都係今日嘅主題啊。嗱，所謂 PBMC 咧，其實就係喺我哋外周血裏面咧，有好多免疫細胞。咁免疫細胞裏面咧都有好多種嘅，而我哋今日咧係針對講，我哋係要儲存、分離同埋應用咧喺呢個外周血裏面其中一種嘅細胞，我哋叫單核細胞出嚟嘅。而單核細胞咧，因為我哋點就要解釋啦？咁單核細胞咩嚟嘅咧？咁單核細胞主要係有4種細胞，亦都係我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詳噶啦。第一個就係 T 細胞啦，第一個就係 B 細胞、NK 細胞同埋咧單核細胞嘅。咁呢4款嘅細胞咧，喺而家過去10年啦，都唔知10年啦，咁差唔多都有20年嘅歷史㗎啦，亦都係廣泛咁應用喺唔同嘅癌症治療上面嘅。咁而家呢一刻又應該有全球有14款係利用呢一啲咁樣嘅單核細胞製造出嚟嘅免疫細胞產品咧，去治療唔同嘅癌症嘅，主要咧就係以血癌為主嘅。咁而佢嘅應用層面咧，其實唔單止係呢個血癌噶啦，而家喺全世界亦都有好多臨床嘅研究咧，去做緊好多其他疾病，包括自體免疫疾病或者一啲新陳代謝嘅疾病等等嘅。所以佢嘅用途係極度之廣泛。好啦，咁亦都係因為呢一個原因咧，咁所以唔係依家噶啦，其實過去10幾年啦，我哋已經係提倡大家仲喺年青嘅時候咧，就要儲存呢啲咁珍貴嘅原材料，就我哋 PBMC 啦，我哋先儲存佢。跟住當日後啦，即係萬一啦，唔好彩，我哋真係需要用到嘅時候咧，我就可以攞翻可能10年前或者15年前一啲健康嘅細胞咧，我哋可以出嚟培植啦，可以改造，然之後可以提供一個有效嘅治療方案嘅。因為亦都係因為呢個 PBMC 佢裏面有好多種唔同有用嘅細胞，佢可以變成好多臨床級別嘅細胞產品嘅。而喺我哋嘅製備過程裏面咧，亦都係按照全球最高嘅標準咁樣去處理。呢個係咪會去再講嘅？確保大家儲存嘅細胞咧都係有效嘅，同埋具有活性嘅咁樣。咁所以希望就分享俾大家知道啦，就係只要儲存呢一啲咁珍貴嘅原材料嘅話咧，對於日後真係啦，萬一要用到嘅時候咧，我哋咧都唔使驚啦，都已經有啲足夠嘅儲備咧，可以利用得到啦。好啦，咁我哋做呢個 PBMC 係嚟自客戶啦，或者病人自己嘅，用嘅時候咧，亦都係用翻客戶自己嘅細胞，所以我哋咧叫呢做自體嘅 PBMC 嘅。咁佢有好重要嘅臨床意義嘅，佢係因為係嚟自你嘅，你最後回輸嘅細胞產品都係嚟自客戶本身嘅，咁所以咧係唔會有呢個排斥反應。而亦都係佢嘅基因係完全同嗰個捐贈者同埋嗰個最後嘅用者咧係一樣，係完全匹配嘅，所以就可以達到最佳嘅個人化嘅精準治療嘅效果啊！亦都係因為唔涉及用到其他人嘅產品啦，所以亦都唔會有其他倫理嘅問題嘅。所以無論喺排斥風險啊、感染風險、個人化程度等等咧，我哋都係推崇自體嘅 PBMC 相關嘅治療，亦都係全球喺呢個免疫細胞治療裏面咧，佢歷史最悠久，亦都係最安全嘅一個臨床治療嘅手段嚟嘅。好啦，咁問題，我哋知道咩叫 PBMC 啦。咁點解我哋而家又要儲存 PBMC 咧？主要咧，其實同年齡相關嘅。其實大家都好容易理解啊。一個人嘅年紀越大，佢嘅免疫細胞嘅嗰個質素或者佢嘅能力殺死細胞殺死癌細胞病毒細菌能力咧，亦都會隨住年紀增加咧而下降嘅。咁所以我咧係有需要喺我哋仲係年青、免疫細胞系統嘅免疫力仲係健全嘅時候咧，將呢啲咁嘅免疫細胞先儲存。凍存起上嚟，將佢凍結喺呢一刻，咁可能將來啦，可能10年、20年後之後，萬一有需要嘅時候咧，我哋都用得着。而呢啲年紀越大嘅免疫細胞咧，我哋就發覺咧，除咗嗰個品質越嚟越差，身體亦都會有好多慢性嘅炎症出現。呢啲慢性嘅炎症咧，亦都會損害到嗰啲免疫細胞嘅功能。所以亦都係咧呢個理由，點解我哋要喺年青嘅時候咧，我哋就要儲存佢啦。而我哋建議咧，
就係年輕嘅時候就係18到55歲儲存最健康嘅細胞，留底將來嘅時候用嘅。咁當然亦都會有人會問啦，咁我如果已經超過55歲，可唔可以儲存咧？可以儲存，亦都係建議儲存嘅。只要冇明顯嘅心血管疾病或者凝血嘅障礙嘅話咧，其實我都係建議儲存。只要有一份細胞嘅話咧，我哋係會有科學嘅方法咧，可以將佢培植到出嚟。將來咧，亦都係會為每一個病人咧帶來一個有臨床意義嘅治療手段嘅。所以咧，就真係要喺健康嘅時候咧，就要儲存啦。好啦，咁咩人適合儲存呢啲咁樣嘅外周血嘅單核細胞咧？咁主要有5類人嘅。第一個咧就係一來啦，我哋亦都好重視健康啊，希望可以免除疾病啦，特別係癌症可以活得就更好啊，或者更久咁樣。呢啲重視健康嘅人咧，亦都係應該就要儲存佢健康嘅細胞嘅。另第二就係咧家族史啦。如果家族史裏面咧係有高風險患上癌症嘅時候咧，就要喺未病發之前咧，最好就儲存你嘅免疫細胞，將來咧就可以達到咧呢個可以進行呢個精準嘅個人化治療嘅。一啲科技金融嘅專業人士啊，家庭健康規劃，或者好似我哋呢啲啦，真係日日都要喺實驗室，或者真係頻繁出差嘅，個月咁有一半時間唔喺香港嘅咧，咁啊真係又要儲存下佢嘅細胞啦。萬一真係有啲乜嘢病化疾病嘅時候咧，呢啲咁嘅免疫細胞就可以提供最佳嘅原材料咧，可以咧為我哋進行日後嘅精準個人化嘅治療嘅。好啦，咁點解要喺香港作為我哋儲存嘅地點咧？嗱，其實咧，Cell and Trust 知道咧，佢哋喺其他亞太區都有個好龐大嘅網絡嘅。咁啊，香港作為一個主要嘅據點，係因為佢個物流性係好廣泛嘅。亞洲嘅輸路基本上咧，容易可以去到其他唔同嘅國家，亦都係免稅環境。而其實香港嘅進出口咧，嗰個相關嘅法規，亦都係相當清楚、簡單同埋有效嘅。所以如果我哋要將啲細胞引入嚟香港，或者要去 export 啦，佢要出口去其他國家咧，都係有一個好清楚亦都簡易嘅程序咧，可以處理嘅，亦都係同國際接軌嘅。咁你知道啦，香港其實就行英式嘅制度嘅，同英美嘅制度其實係睇齊，亦都係得到歐美嘅醫療嘅機構咧去承認嘅。咁我哋香港儲存嘅細胞，成個細胞庫啊，生產嘅流程咧，都會喺攞咗認證，亦係 AABB 認證嘅實驗室裏面咧，按照 GMP 嘅規格裏面係進行佢嘅收集啦，佢嘅處理、佢嘅檢測、佢嘅儲存，同埋咧最後咧，如果我哋有人即係要去 release 啦，即係要去出口呢個產品咧，亦都係按照 AABB 嘅流程。大家都知道 AABB 香港得幾間公司有嘅啫，佢應該係有75年嘅歷史。如果係講全球啊，呢一類針對細胞治療嘅認證嘅機構咧，AABB 應該就係歷史最悠久，亦都係咧最呢個廣負盛名嘅一個認證機構嚟嘅。咁所以咧，我哋要保證每一個客戶儲存嘅細胞得到最佳嘅標準咧儲存咧，我哋就要喺呢一個 AABB 認證嘅實驗室裏面咧就操作嘅咁樣樣，確保咧細胞喺將來嘅時候咧，亦都確保佢有足夠嘅活性啦、數量啦咁樣樣。咁我哋香港嘅法規亦都係支持，倫理亦都係有足夠嘅監管嘅，確保咧每一個客戶咧對所有凍存細胞嘅所有權。其實我哋只係幫客戶去儲存嘅啫，呢個咁樣嘅細胞，所有細胞嘅擁有權永遠都係屬於客戶本身嘅咁樣。而我哋所有嘅香港儲存嘅細胞咧，都要按照一個嚴格國際嘅道德原則去處理嘅。而我哋香港其實咧已經陸續咧開始咧用到一啲免疫細胞嘅產品嘅，亦都係大家可能喺新聞上邊咧都係聽過，譬如我哋叫 CAR-T 等等嘅細胞治療啊。咁香港而家應該有2間㗎啦，有2間已經攞咗 CAR-T 生產嘅 GMP 牌照嘅公司。未來咧2年咧，我哋預計到亦都會有最少2間嘅 GMP 公司咧，係會攞到牌照可以生產 CAR-T 或者其他 NK 等等嘅免疫細胞產品嘅，所以佢嘅應用層面就越嚟越廣泛。
好啦，除咗本地可以本地儲存啦、本地生產、本地應用之外咧，我哋都可以將凍存嘅細胞咧，我哋可以送去其他國內又好、亞太區或者國際機構咧合作去生產都可以嘅。譬如如果有個客戶佢可能喺香港儲存，但係佢某啲原因佢可能要喺外國先可以做回輸，咁香港就可以提供呢個國際資源嘅銜接啦，我哋可以將細胞送到去國外進行生產、進行回輸，咁呢個亦都係有先例嘅。咁所以咧就如果喺香港儲存嘅話咧，對大家嘅保障咧其實就相當之足夠噶啦。好啦，咁我哋有四大嘅品質嘅保證系統嘅。第一個啱啱講過啦，我哋所有嘅細胞嘅呢個收集、細胞嘅處理、細胞嘅檢測、細胞嘅儲存啦，同埋最後日後嘅 release 咧，我哋按照國際標準咧 AABB 同埋咧 GMP 嘅原則咧，我哋去執行嘅。所有嘅樣本我哋都有條碼化同埋批次啊嘅記錄嘅嚇，確保譬如有一日你要用到你嘅產品。譬如你十年前儲存過呢個細胞，由你儲存喺呢段期間發生嘅所有事，我哋都會有所記錄嘅。然之後所有嘅細胞，我哋亦都會有7×24，即係冇間斷啦，每個禮拜7日24小時咁監控嘅。有啲咩異常都會警報我哋，隨時會有人咧會去應付所有突發嘅事件嘅。咁所有嘅呢個產品咧，或者我哋成個執行嘅過程裏面咧，都係嚴格按照香港嘅私隱條例去處理嘅，亦都係嚴格按照香港嘅私營醫療機構條例同埋相關嘅道德規範去執行，俾客戶咧最大嘅保障。咁所有嘅細胞咧都會儲存喺低溫喺液態氮裏面係處理嘅，係啦。咁所有嘅液態氮咧，我哋亦都會有主要啦，或者備用嘅缸，亦都會有後備電，咁樣我哋跨集咁樣去處理嘅。咁啊，如果我哋日後啦，真係需要運輸呢啲細胞咧，去應用或者去其他國外地方去進行生產啊，或者應用嘅時候咧，我哋會用呢啲乾式，我哋叫乾式嘅液態氮去運輸，亦都會有呢個溫度監控，完全可以達到國際要求嘅冷鏈運送嘅處理嘅，確保細胞喺運送嘅過程裏邊咧係唔會影響到佢嘅品質嘅。係啦，咁一樣啦。如果已經喺內地啊或者海外儲存嘅細胞又點咧？冇問題，我哋建議啦，就係全部運晒喺香港，我哋集中處理嘅。係啦，咁可以避開單一地區嘅風險啦。而同埋亦都要講啊，如果能夠負擔嘅，我強烈建議嘅，當你年青嘅時候，即係18到55歲嘅時候啦，唔係淨係儲一份，儲多份，因為一份唔知夠唔夠用。但係如果我哋能夠儲多份嘅話，日後啦，萬一真係需要嘅時候咧，你就會你知道有足夠嘅儲備，高活性嘅細胞咧，可以應付將來咧有可能使用嘅場景嘅。咁啊，多一份保障啦。好啦，咁我哋就睇一睇咁免疫細胞啦，我哋可以治療啲咩疾病？而家可以治療咩疾病，同埋將來咧，我哋預見可以治療到啲咩疾病嘅？嗱，如果我哋先睇睇，依家如果講緊全球已經可以核准使用免疫細胞治療嘅疾病咧，主要就係針對血癌相關嘅疾病嘅，全球有14種啊，啱啱講過有14種呢類咁嘅疾病啦，已經係我哋叫做 nationally approved 啦，即係國家已經承認嘅。如果美國應該就有大概有700款啦，咁國內印度其實都係有嘅。咁你見到啦，可以淋巴瘤骨髓瘤白血病咧，而家都可以使用嘅。香港都有人用嘅，不過少未咁普遍嚇。好啦，咁而家處於臨床，尤其是已經好後期，究竟係第2、第3期啦嘅臨床階段嘅疾病咧，其實已經有大量。你見到唔單止係講緊啲血癌、實體瘤，我哋應該可以好有效得到好有效嘅臨床數據嘅，譬如腦癌、肝癌、胰腺癌、胰臟癌、卵巢癌啲消化道嘅病，已經有好顯著好理想嘅臨床數據啊！仲有一啲咧同疾病同呢啲病毒感染嘅疾病，譬如愛滋病等等咧，或者我哋叫做鼻癌等等 EBV 咧，全部都可以而家有臨床研究，臨床嘅結果亦都係好令人鼓舞嘅。亦都係而家，譬如而家嗱，香港就暫時未有嘅。但如果你睇國內或者咧係睇其他地區，例如台灣咧，佢哋已經係利用 CAR-T 咧去治療好多呢啲自體免疫嘅疾病嘅，譬如漸凍人症又好啦，漸凍就係腦嘅疾病嘅。如果係自體免疫病，譬如 lupus 啦，lupus 即係紅斑狼瘡、RA、類風濕關節。
我啱啱先去完台灣嚇，佢同我講個效果係非常之理想，一針見效，係啦。咁亦都腦退化嘅病啦，啱啱講過啦，多發性嘅譬如啲硬化症啊等等咧，全部都可以透過 CAR-T 嘅方法咧，而家得到有效嘅治療。當然啦，都要重申啊，呢個仲係臨床嘅研究階段嘅，咁但係已經個結果係好鼓舞啊，上到第二、第三期嘅臨床。咁我哋相信啊，未來過多5年，佢嘅應用嘅場景咧就會越嚟越廣泛。好啦，咁就講一講，就如果係 Cell and Trust 佢儲存嘅流程同埋費用啦。嗱，我就先講個流程先。咁呢個都係標準流程嚟嘅，就算我哋攞任何一個國際嘅認證嘅要求咧，都係咁樣做噶啦。譬如我哋要諮詢去評估啦，要一對一嘅嚇，了解客戶嘅需求啦，同埋健康嘅狀況，要填一個好詳細嘅問卷啊，要簽 consent form 啦，啊啲同意書啦，了解風險啦，跟住就要預約去採集呢個血液啦，我哋就會提供相關嘅指引嘅。咁跟住我哋就要去到我哋攞咗認證嘅實驗室啦，進行呢個細胞嘅分離嘅。咁所有細胞分離都係用全球已經用咗好多年、好有效嘅方法咧，叫 FICO 嘅方法咧，用個梯度嘅離心法進行分離呢個單核細胞出嚟啦。跟住我哋會進行一啲嘅 QC 嘅品質嘅監控啦，睇個細胞數量啊、活性啊，同埋會到病毒篩查，同埋呢個最後我哋叫做無菌測試啦。咁最後我哋就會儲存喺呢個液態氮裏面咧，作永久嘅儲存，就會儲存喺氣上咁啊，-196嘅環境裏邊咧，就7×24無間斷咁樣監控呢個細胞嘅溫度嘅。係啦，咁我哋技術標準方面咧，我哋啱啱講過啦，我哋用國際我用咗大半世紀啦，應該嘅 FICO 嘅方法咧，咁進行處理，都係我哋而家做 PBMC 分離嘅黃金標準嚟㗎。利用佢嘅密度咧，我哋分離嗰個單核細胞出嚟啦，避免有紅血球啊或者其他嘅白血球咧裡面去污染嘅，回收度咧最少都有80幾。我哋一般其實達到90%以上係問題不大嘅。咁我哋採集嘅時候咧，就嗰個血袋啊，你都係用標準嘅方法啦，會有啲抗凝劑嘅。你入咗啲血落個血袋裏面咧，啲抗凝劑避免佢會血凝固啦。咁咧全程喺溫室裏面溫度監控嘅，咁啊確保48小時之內就會處理最大程度咧去保護細胞嘅活性嘅。咁我哋亦都會進行 QC 啦，細胞嘅數量啊、活性檢測等等嘅，確保佢係無細菌，亦都合乎我哋儲存嘅標準啦。最重要㗎啦，亦都係要儲存喺我哋嘅儲存嗰個液態氮超低溫儲存嘅環境裏面咧，咁啊24小時監控同埋有警報系統嘅，確保喺儲存期間啦，唔係你5年好、10年好咧，都可以穩定咁儲存嘅。係啦，咁我哋同一啲坊間啦，或者其他地區啦，進行相關 PBMC 儲存有啲咩差異嘅優勢嘅？除咗我哋有我哋嘅方法可以有效咁樣提升細胞嘅活性之外咧，因為我哋其實係用一個叫做控制降溫嘅一個方法啊，去儲存嗰啲細胞嘅，唔係好似坊間咧就咁放喺液態氮裏邊低溫儲存，我哋係要好有程序地，譬如每1分鐘降1度嘅方法，慢慢降溫，避免喺儲存過程裏面咧，細胞會結冰，因為冰咧會膨脹咧，就會整爆啲 cell 嘅，會整爆啲細胞，係會影響細胞嘅存活度。我哋就會通過呢個我哋叫做降溫啊控溫嘅程序咧，確保咧唔會結冰，咁咧有效咁樣保護細胞嘅活性嘅。咁我哋有一個專業嘅團隊，全部1對1客製化去了解咧客戶嘅需求咧，然之後提供適切嘅服務嘅。咁我哋所有儲存嘅細胞講過啦，即係重要嘅嘢講多幾次啊，有好多重嘅防護系統，確保細胞喺儲存嗰一刻到用嘅時候咧，係有多重嘅保障啊。咁咧亦都會7×24咁樣監控嘅，亦都有完善嘅災項應變計劃嘅。咁我哋所有成個流程啊，由頭到尾由你採集去到你儲存、檢測、使用咧，都係滿足國際嘅要求啊 GMP 嘅原則去審理，亦都係會定期接受第三方獨立嘅 audit 嘅嚇，確保我哋嘅標準咧係合乎咧國際嘅規範嘅，亦都有一個完整嘅品質管理系統啦。如果有需要啦，客戶真係要提取佢嘅細胞咧，咁我哋有我哋嘅服務嘅保證嚟嘅，就係3到5個工作天裏面咧就會輸出我哋嘅產品㗎啦。然之後，我哋所有產品咧，亦都係7×24咁樣監控嘅嚇，確保細胞喺一個我哋指定嘅溫度範圍區域裏邊咧，去保存嘅。所有產品我哋叫 end to end 啊，由頭到尾咧都可以100%追溯得到成個品質嘅報告嘅。由你可能你10年前
幾時邊一個進行過你細胞處理，所有嘅數據發生過啲咩事，全部都記錄在案。亦都可以俾大家睇一睇一個如果將來要用到呢啲咁樣嘅細胞治療嘅時候咧嘅費用，嗱、呢個費用咧係講緊而家呢一刻嘅，咁因為如果你講緊相對幾年前一個費用已經大大咁下降，所以我哋有信心咧喺再過多幾年嘅時候咧，呢個價格咧會相對係好多人都能夠 afford 得到嘅。不過先同大家講一講，譬如左手邊就係台灣地區，佢而家進行緊唔同細胞治療，或者我哋大家都可能聽過啦，CIK 啊、DC 或者 NK 啦，咁呢個已經係做緊係好常規嘅操作嚟嘅。咁你見到都要過百甚至200萬台幣啦，但係要記住喎，呢個價錢咧本身咧係已經有一啲嘅政府嘅津貼㗎嚇。好啦，咁如果我睇國內啦，國內已經有數個啦嗱，有5個我哋已經係國家批准嘅 CAR-T 產品啊，去治療唔同嘅血液嘅癌症嘅。你見到一針閒閒地都過百萬嘅啊，係啦。咁就算我哋香港用都係呢個價嘅，咁但係而家我哋無論係嗰個細胞產品個 GMP 嘅工廠嘅數量會越嚟越多啦，技術越嚟越成熟啦，我哋相信嗰個成個製作成本咧係會下降嘅，去到可能講幾年後啦嚇，就會達到好多人都能夠負擔到嘅水平啦，更多人可以受惠嘅，所以我哋更加係建議咧，就係喺依家就要將呢啲咁珍貴嘅原材料 PBMC 儲存，萬一將來真係需要用到嘅時候咧，你就知道你隨時有彈藥可以為將來做好準備咧，進行呢個個人化嘅精準細胞治療嘅。係啦，咁咧我嘅分享就咁多啦，咁所以睇下大家有啲咩問題咧，我就會一一解答嘅。哦，OK，好啊，咁我就一一解答噶咯喎。OK，好，咁我逐個逐個睇啦。如果我 miss 咗啲題目咧，就話我知道啊。如果喺其他地區儲存過，香港儲存咩？嗱，首先如果喺其他地方儲存過，我哋首先第一啦，建議儲存喺香港，我哋集中處理嚇，我哋有1對1嘅服務啦。第二個咧就係建入，無論喺邊個地區儲存都好啊。如果廣義啲嚟講，唔好淨係儲存一次，有機會嘅仲係年輕或者健康嘅情況底下咧，多儲存幾份，一份未必夠用，你唔知道將來咧要用幾多份嘅，所以如果有能力負擔嘅話咧，真係能夠多儲一份就多儲一份。好啦，咁又話第二個問題啦，年紀大儲存咧仲有用嘅，因為我哋之前已經做過唔少嘅案例㗎啦，去到80幾歲。咁好彩咁我有儲存喎，好啦，咁儲存完之後咁啱啊，即係唔係咁啱啊，即係 touch wood 啊，即係唔好彩嗰位老人家嚟嘅，我仲記得佢就有癌症，80幾歲之後有癌症，咁咧最後就係通過佢真係講緊，我諗早幾年嘅啫，儲存嘅免疫細胞咧，再通過細胞治療，以我所知呢一刻咧就應該係好翻嘅，係啦，或者起碼佢仲健在啊，所以年紀太大係唔重要。最緊要係只要冇明顯嘅心血管疾病或者凝血困難嘅話咧，我建議真係能夠儲存就係儲存，for 將來使用嘅。好啦，儲存免疫細胞之前年紀或者身體狀況有啲咩要求咧？嗱，如果純粹真係儲存免疫細胞嘅話咧，要求就係我啱啱講啦。如果係冇明顯嘅心血管疾病，或者你冇抽血困難嘅話咧，或者凝血困難嘅話咧，其實我哋都係建議係要儲存嘅。因為我哋而家咧係俾自己，或者你自己嘅細胞俾自己用咧，我哋會一份問卷去了解嗰個客戶本身嘅個人病歷啦，或者家族史嘅。咁但係呢個係一個記錄，係要呢個按照本地嘅法規同埋按照國際嘅認證標準，我哋係要處理嘅。咁但係如果你話有啲乜嘢我哋叫做不適認證，即係或者有啲人係唔可以儲存呢個細胞嘅咧，其實只係講緊一樣嘢咧，就係只要你嘅身體能夠容許你。安全地俾我哋抽血，其實就已經滿足到個要求㗎啦。咁樣
咁所以咧，如果冇特別嘅凝血困難咧，其實我哋就會儲存。咁譬如話有啲客咧，佢真係一打一吉針啊，喺個靜脈抽啲血咧，佢嗰個吉針嗰個位就會有嚴重嘅敏感啦。咁呢個就相對係罕有嘅。如果係呢一類咧，就未必適合啦。但係如果唔係咧，其實絕大部分嘅人啊，不管男男女女啊，年年老老咧，都係喺佢仲係健康嘅時候咧，就應該係要儲存嘅。係。問得非常好啦，有個問題啦，阿 Brett 佢問得非常好，亦都我想講嘅。如果一個人啊，啱啱講過健康嘅時候儲存呢個大家都容易理解。如果我有癌症，我可唔可以儲存？好啦，我先講。而家我咪講過全球有14個呢啲 CAR-T 啊，國際已經認可臨床使用嘅免疫細胞產品嘅呢啲人，呢啲咁嘅病人啊，咁佢點樣治療咧？其實佢就係知道得到癌症之後，好多仲係好末期癌症嘅時候，就進行抽血，跟住我哋喺抽血過程裏面咧，係可以有效咁樣分離呢啲咁樣嘅免疫細胞，跟住我哋係針對呢啲免疫細胞咧，再喺體外進行加工、進行培植，再回輸俾個病人。而係可以，即係如果我而家睇依家目前嘅數據咧，有效一針啊，我哋叫 CR（Complete Remission） 咧，啱啱我睇過啲數據係去到最少都有40%嘅，即係40%到90%嘅，可以一針就進行痊愈嘅。咁所以你問得好唔好啦？問得好啦。如果已經得咗癌症，仲可唔可以儲存？更加應該儲存，更加應該儲存。當然係要敷你嘅呢個臨床醫生判斷，可唔可以俾我哋抽一針嘅？因為始終抽一針咧，我哋都叫做有穿刺啊嘛，咁穿刺總係會有感染嘅風險嘅，咁我哋就要問個臨床醫生，如果可以嘅話，其實就係應該儲存，因為本身就係患咗癌症而即係依家臨床嘅治療手段就係一個人佢有癌症嘅時候就係去抽血，喺血液裏面咧將佢仲有嘅免疫細胞將佢分離。跟住我哋喺體外加工，將佢擴增，跟住咧再回輸俾個病人。而家就係現行標準嘅操作嚟嘅。所以如果得咗癌症，仲可唔可以儲存？答案係可以，甚至更加應該係儲存嘅。喺你嘅臨床醫生同意嘅情況底下，好啦。另外咧就問啦，啲細胞可以儲存幾耐嘅？嗱，因為細胞係儲存喺-196度，或者我哋再精準啲講，其實只要儲存喺-150度以下嘅話，以目前我哋而家嘅穩定性數據咧，嗰個儲存嘅周期係無限嘅，或者我哋暫時係叫做永久儲存啊，即係英文叫 indefinite，就係未有啊。譬如話而家我哋有啲公布咗嘅數據咧，已經係講緊去到30年㗎啦。咁你話係咪可以去更久咧？原則上係嘅。不過而家因為要係等啊，即係嗰個業務嘅發展未去到咁耐啊嘛，所以目前只有30年嘅數據咯。咁我哋就係目前就見到，因為我哋做過5年啦、10年、15、20。如果你上網睇啲數據咧，全部都係好有效，同你 day one 第一日時就儲咧，其實冇分別嘅，就可以繼續儲落去咯。亦都係其實坊間我哋做啲細胞庫咧嘅每一年都要做嘅動作嚟嘅，就係睇一睇啲細胞究竟可以儲存幾耐啦。咁因為我哋目前睇應該就永久儲存嘅。好啦，點樣知道我儲存細胞嘅情況？每年有冇報告係話我知啊？呢個就要等翻 CS 就可以講啦。咁咧，不過我而家可以答咧，就係我哋儲存嘅細胞之後咧，都會有一份報告，有晒相關細胞資料嘅數據。咁然之後我哋就會發放翻俾客戶嘅，係啦，咁樣。細胞儲存咁耐，可唔可以保持活性啦？以目前咧，我哋叫做穩定性測試嘅數據嚟講，無論係細胞嘅數量、細胞嘅活性全部都可以有效儲存。所謂有效儲存就係相對翻我哋啱啱儲嘅時候，譬如可能第一年嘅時候咧，或者我哋叫 day 零啦嘅時候咧，我哋見唔到有數據上嘅差異。咁所以咧，我哋就能夠定義到呢個產品嘅過期日啦。咁目前咧，我哋已經即係可以已經知道坊間啊，喺我哋業界裏邊應該存放30年或以上就冇問題嘅。好啦，有啲人問啦，咁同儲存 cord blood 有啲咩分別？嗱，其實道理係好一樣嘅，道理係好一樣，亦都係喺BB 出生嘅時候，
得一次機會啫喎。嗱，其實 cord blood 咧嚇，即係我又唔係叫做推銷 cord blood 啊，只不過我做過 cord blood 即係臍帶血嘅業務咧。cord blood 就比呢個外周血更稀有，因為 cord blood 你一生人得一次機會，冇咗嘅話你就冇㗎啦，係嘛？咁當然咁你呢個免疫細胞啊，咁你仲喺一段好長，譬如講18到55歲仲係健康嘅時候，你仲可以有機會儲存啊。咁所以咧，但係個原理咧係一樣嘅。當你仲係健康嘅時候，我嘅建議係能夠儲你就儲，哪怕你將來用唔到、用唔着唔緊要，最怕係咩？最怕係將來你需要用嘅時候咧，你冇得用。嗱，今日 cord blood 咧，亦都係有豐富嘅幹細胞啦。不過今日唔係講幹細胞啊，揾機會我哋可以開一集啊，講幹細胞科普係冇問題嘅。咁咧，另外佢亦都有臍帶血。咁臍帶血裏面咧，而家有好多環球嘅公司咧，係利用臍帶血啊裏面嘅成分提取裏面嘅免疫細胞，特別 NK 細胞咧，咁咧進行呢個免疫細胞嘅生產同埋免疫細胞治療嘅。所以佢哋本身無論臍帶啦、臍帶血或者我哋外周血咧，裏面都係有豐富嘅原材料，係珍貴嘅，可以提供到個人化嘅精準治療。所以原則係一樣嘅，無論係臍帶血或者呢個外周血嘅免疫細胞能夠儲你就儲，特別喺你健康嘅時候，哪怕你用唔着，最怕你需要嘢嘅時候你冇得用，所以就俾一個機會啊，俾自己要用嘅時候就能夠用啦。好啦，儲存細胞係儲存細胞嘅工藝會唔會產生冰晶？呢一個李先生係好問題嚟嘅，佢應該係科學家嚟嘅喎，呢個李先生係嘛？咁咧啱啱講過啦，如果我哋好似坊間啊就咁儲存啲細胞嘅話咧，好容易會結冰，因為你好似一啲水啊嘛，你血你都係水啊，亦你有液體，當你急凍嘅時候，你就會自然由液體就變成氣體，因為由液體變成固體咁變冰，冰就會膨脹啦，係咪？好啦，冰會膨脹。咁就會賺爆啲石，咁呢個我係已知道嘅。咁所以咧，係咪要3年啊？係可以有個掣嗰個白色嗰個，係啦，係啦。好啦，咁我講先會結冰，係會嘅。如果就咁啊，就咁我哋胡亂將細胞液佢喺液體噶嘛，係咪？咁啊放喺啲急凍嘅環境裏邊咧，佢就係一定會結冰。結冰咧就會變晶體，晶體就一定係會賺爆啲 cell，啲 cell 係一定會死。所以咧，我哋喺儲存嘅時候咧，要做2個動作。第一個，我哋要加一種我哋叫凍存液。咁凍存液咧就係可以令到嗰啲水分唔會結冰。第二個喺我哋儲存嘅過程裏邊咧，唔單止要加凍存液啦，呢個全球家用噶啦。第二個亦都係最緊要嘅，就係我哋叫程序降溫，英文就叫做 control rate freezing，即係要控制佢降溫嘅溫度嘅嗰個速度有幾快。譬如我哋講過啊，我哋有個叫 profile 嘅一個溫度儲存嘅一個 program 啦，一個程序嘅。譬如我哋講嘅係每1分鐘只能夠控制佢跌1度，係需要有一個特別精密嘅儀器咧，能夠確保呢個溫度嘅降溫儲存合乎我哋嘅標準嘅。所以咧，如果係能夠做到合適嘅凍存液啦，某一個濃度啦，同埋配合我哋一個定制化嘅儲存嘅一個 program 咧，就可以避免佢降溫。所以我哋每一次攞出嚟嘅時候咧，我哋會將佢做復甦噶嘛。咁復甦完之後，我哋發覺做睇個活性啊、細胞量啊，或者我哋叫回收率咧，咁咧其實就真係非常之好，已經達到即係國際水平㗎。好啦，咁啊再問我喎，內地有好多儲存庫，同香港係有啲咩分別嘅？OK，嗱。即係內地，因為你都講過啦，內地有好，因為我本身係即係嗰個 AABB 認證機構嘅考官，我都要周遊列國㗎啦。咁啊去過大陸，都睇過好多儲存庫。咁有啲嘢我講得，咁有啲嘢我就唔講得嘅。同埋咧，內地嘅儲存庫你都講啦，好多好多意思係咩咧？嗰個質素係好參差嘅，參差到我而家都冇辦法同你點樣話咗俾你聽啊！即係有好有差啦。咁咧，如果同香港有咩分別就係香港係容易同國際接軌。第一個，亦都係同大家息息相關嘅，就係佢個 logistic，即係佢嗰個運輸啊。你輸入輸出嘅嗰個機制咧，同國際好接軌嘅。
譬如如果大家都知道，如果我要輸出呢啲咁嘅細胞啊，或者呢啲血液製品入口國內，或者國內要輸出嚟，你要離開內地境咧，係一件相當困難嘅事嚟嘅。咁啊，如果香港就冇呢個問題，因為香港法規啊、相關嘅制度都好完善、好簡單、好有效。所以如果將來大家真係需要應用得到呢個細胞產品嘅話，可能要真係輸出去其他境外嘅話咧，咁香港係一個非常之便利嘅地區嚟嘅。好多呢啲我哋叫冷鏈運輸嘅公司，香港全部都有 centre 做呢條係做得好好嘅。咁所以如果相對內地嚟，我先唔講品質啦，有好與壞嘅，係有一啲同香港可以睇齊媲美，有一啲就參差啦。咁咧唔能夠講太多啦。咁咧，但係如果真係純粹講環境啊，整個法規嘅配套啊，同國際接軌去運輸啊，境外輸出輸入咧，呢啲咁樣嘅血液製品或者細胞製品咧，香港嘅優勢係非常之明顯嘅。好啦，咁佢就問啊，呢啲 immune cells 係點樣 collect 同埋 process 同埋 procedure？咁我可以簡單又講一講嘅。好啦，咁呢個 immune cell，譬如我哋就要預約啦，我哋預約就會去我哋一個特定嘅醫療中心，咁啊要同我哋醫生見面嘅喎。咁醫生係要做臨床嘅評估啦，係要填一個問卷去了解個病人嘅病歷史啦，個家族嘅病歷史嘅等等嘅嚇。咁就按照呢個國際嗰個認證嘅要求，我哋咁樣去做，同埋按照本地嘅法規嘅。好啦，咁跟住我哋做完呢個咁樣嘅，我哋叫 donor screening 啊，呢個叫捐贈者嘅篩查之後咧，我哋就要抽血嘅，我哋抽血要做檢測，咁確保咧滿足本地嘅要求，佢冇某一啲嘅傳染病嘅。咁啊，跟住喺醫生嘅同意底下咧，我哋就會喺醫療中心裏面預約啦，簽 consent form 啦，跟住咧我哋就會進行抽血嘅。咁啊，抽血過程裏面咧，其實好緊啦，其實差唔多同你去紅十字會抽血嘅啫。咁我哋就會抽100毫升嘅血，咁啊有一個標準嘅血袋啦，咁啊然之後咧通過靜脈嘅回輸咧，咁啊流落去我一個血袋裏面。咁啊血袋裏面我本身有抗凝劑啦，咁啊避免喺我哋血液流動啊，或者我哋運輸去生產去處理嘅時候咧，佢會凝血。咁喺我哋收集血嘅時候咧，個血袋就會喺一個搖滾器上邊去搖動佢嘅，即係左右搖擺啊，確保咧血同埋嗰抗凝劑咧可以混得係均勻嘅，避免佢有局部嘅凝血啦。咁跟住咧，我哋就會黐標籤，標籤嘅內容亦都要同客戶咧去再三確認。跟住咧，我哋就會有專人放一個特別嘅盒裏面，喺溫度監控嘅情況底下咧，直接送到去我哋 AABB 認證喺科學園啊嗰個細胞庫裏面係進行處理同埋進行回輸嘅。咁呢個就係一個 overall 嘅一個程序嚟嘅。係啦，係啦，啱啱我都答埋啦。生物檢測喺邊度有認證有嘅個科學園咧，就喺科學園裏面，亦都有 AABB 嘅認證。啱啱講過啦，有75年啊，都應該係全球歷史最悠久啊嘅一個針對細胞庫嘅一個認證嘅一個公司嚟嘅喺科學園嘅。佢應該就係全香港攞到 AABB 最耐嘅一個細胞庫嚟嘅，所以品質係最有保證㗎啦。所以睇下大家仲有啲咩問，無論關於應用啊、儲存啊，都可以問嘅。嗱，細胞主要咧係俾自己帶嘅。嗱，我先講咩叫主要咧，就係而家我哋做自體嘅免疫回輸啊嘛，因為同自己嘅基因啊最匹配，亦都唔會有呢個免疫反應嘅。咁但係咧，而家亦都越嚟越廣泛啦，係有好多臨床嘅案例咧。係可以俾近親帶嘅，我哋叫 related 啊，genetically related 嘅人帶嘅。譬如近親就譬如 sibling 最常見嘅嚇，就係 sibling 一啲兄弟姊妹，亦都有少數人咧係可以俾父母帶嘅，係啦。咁呢個咧，但係咧要做一啲我哋叫做人類抗原蛋白嘅配對嘅。咁呢個就有少少似血型嘅配對咧，但又唔係睇血型嘅，係更加複雜嘅嚇。咁但係有嘅，係有嘅。喺如果個客戶佢冇自己
嘅免疫細胞儲存啦。喺冇其他更加有效嘅臨床手段咧，臨床嘅醫生咧就會考慮用近親嘅免疫細胞為自己打。咁呢個已經係發生過。咁當然啦，會有免疫反應嘅。呢個我哋叫宿主反應。咁但係咧，因為都臨床嘅干預手段其實都相對成熟啊。我哋喺回書之前、中間同埋之後咧，亦都會有唔同嘅方案。我哋叫做去 condition 啊，去 condition 個客戶，令到佢去減少啦，佢去誘發呢啲咁樣嘅我哋叫宿主或者免疫反應嘅機會，或者佢嘅嚴重嘅程度嘅。所以呢個已經係相對成熟嘅。所以如果你問係咪只可以自己打，唔係。我話係主要俾自己打，但係咧喺特定嘅情況底下咧係可以俾其他人用。不過咧我哋公司咧即係 Cell Entrust 就真係主打係做 autologous 嘅，喺可以嘅情況底下能夠儲存就自己儲存，去避免咧一啲有可能發生嚴重呢個免疫反應或者我哋叫宿主反應嘅呢啲問題出現嘅。好，咁想請問各位，而家仲有冇其他問題咧？我哋可以趁阿梁博士喺度解答大家嘅問題。咁如果大家有問題咧，都歡迎大家喺個聊天室嗰度留言嘅。好啦，嗱，咁如果冇咧就唔緊要嘅，咁但係咧，我哋多謝大家咧今日參加咗我哋呢個精準醫療系列儲存免疫細胞，掌握健康未來嘅線上講座啦。咁咧，如果有興趣儲存細胞嘅朋友咧，其實咧我哋11月咧會有一個限定嘅放送咧，有8折嘅優惠嘅。咁另外啦，嚟緊咧我哋咧喺熒光幕上面，我哋都會見到個 QR code 嘅。咁大家如果 scan 咗呢個 QR code 咧，我哋會經 WhatsApp 發放一個信息俾你嘅。咁我哋嘅客服會安排啦，送翻1000蚊嘅現金儲存券俾大家嘅。咁作為一個優惠啦。咁如果之後有其他咩問題嘅時候咧，亦都歡迎大家經過 WhatsApp 同我哋嘅客服去查詢嘅。咁啊，再一次感謝大家今日嘅參與啦，多謝晒。